我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消息。2020年总统大选，国民党大输，党内一寡少年派认为党主席吴敦义应该爱负责任。即马就江启臣、蒋万安在内，中常委拢已经按算要辞职。不离个讲话，认为中常委也就是林聪敏，也有萧景田，因无按算要辞。咱做伙来听萧景田上新的讲法。我个人是不会除去这个职务，因为我在想，除不除，有没有这个职务，其实这个跟目前的改革是两码事。至于说检讨失败的原因，这是每一个政党他必须要做的。明天就是中常委，我会进去听听中常委同事的一些意见，我自己也会表示我的看法。至于说我们这一次败选，当然我们要彻底的检讨，这个也不是说谁说了就是准的，谁说了就是正确，还是谁说了就是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那要经过呢充分的理解讨论，才能找出我们真正败选的